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澳门的王颖诗，目前就读于中山大学。这次全国两会，我想提问。首先，第一个問題是，能否推進粵澳兩地在學生信息庫的籌辦，建立實習與就業信息的共享機制？其實我哋工會咧，而家都好關心學生咧。第一個就係就學，第二個就係就業。我哋喺廣東辦事處咧，都開設咗一啲聯繫點咧，就俾啲同學咧喺大一至大四有唔同嘅需求。大一啱上嚟嘅時候，佢生活上有啲困難，我哋幫佢解決。第二、大三嘅時候咧，就係學習上面嘅問題。大四咧就開始揾嘢做啦。咁所以咧，我哋自己有一個渠道。咁但係我哋覺得咧，民間嘅力量咧始終有限。更好嘅話咧，可能係澳門政府啦，同埋譬如廣州或者廣東省政府咧，有一個人才庫、資訊量咧，我諗政府係掌握得最多。所以呢方面嚟講咧，我覺得咧已經係即係唔可以再等㗎啦。我諗呢個資訊庫係非常之有用嘅。第二個問題是，目前大灣區各個高校的在線課程庫和學術數據庫尚未得到很好的互聯互通，請問後續將會如何更有效地整合兩地高校的在線教育資源，促進資源的共享和互補呢？就要涉及到嗰間高校嘅一個管理權或者叫自主權，因為每間高校咧都比較重視自己嘅研究成果嘅。我諗短時間之內咧，嗰個知識嘅共享上面咧，可能需要有啲時間。但係當然，我諗我所有嘢咧都可以向住一個目標進發。咁呢個方面，我哋都願意咧作為一個全國政協嘅身份咧，可以提一提。咁啊，睇下可唔可以有一啲有效嘅措施。第三個問題是，結合澳門演藝之都的定位，如何進一步充分利用實踐資源共享的優勢，加強大灣區內媒體之間的連接與協同合作呢？咁呢啲咧就善用我哋成個唔好話灣區啦，善用我哋國家嘅資源。咁然後咧學有所成之後咧，就翻嚟澳門咧，同世界知名嘅一啲演藝團隊咧進行一個合作，用一種師徒制嚟到帶完我哋之後，佢哋離開之後咧，我哋有所益。第四個問題是，在全球範圍內或者是大灣區完成學院之後的澳門學生，如果他們有意回澳創業，那澳區的全國人大代表可以為他們提供哪一些的支持與幫助呢？年輕人創業好簡單，其實我哋必須要諗下，我點樣利用澳門呢個獨有平台去做粵港澳大灣區同國際聯動嘅生意，幫助內地企業喺澳門創設一個更好嘅窗口去做更好生意。喺國外點樣可以引進更加高端嘅人才嚟到澳門，或者高端人才帶埋佢哋嘅產業產品嚟到澳門，再結合我哋澳門嘅朋友聯合走入大灣區發展。呢啲就係我哋未來有機會可以為而家嘅年輕人去提供一啲商機。所以我覺得呢個工商聯會，我自己本人亦都會喺未來一段時間喺政策上或者喺推動呢件事上都會大力去發聲。